掌声！哇，真的是非常美的画面哈，所以我们的音响没办法完全的配合，我们真的是很棒哈。这首带来是《A Whole New World》。 表弟胜利的掌声再次鼓励。现在带第3首是《Part of the World》。
再来是热烈的掌声！太美妙，太感动了，何等美好哇！很美再次谢谢我们的年轻执事，还有我们的信宇信贤。哇，小比，听说他们曾经在国家音乐厅表演过，而且都得过全国的第1名。没错，真的太厉害了。我很难想象何老师每天在家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个画面，哇，真的很感动。每个人都很会乐器，他们家每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乐器。可是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全家一起服侍主，然后用他们的恩赐，真的非常感谢。那太阳叔叔，你们家可以服侍什么吗？我们家小五小妞的话，应该在前面翻跟斗、翻3圈应该是没有问题。哦，这很棒啊！回去会好好训练他们翻跟斗，这个不要害人。他们今天有来。哦，他们今天有来。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2组。也是非常的不简单哦，是我们的美声4重唱。那演艺圈有4大天王，我们富强也有4大天王。是。现在轰动哪里？你知道吗？我知道。知道在哪里？真的说出来，大家注意听哦。他们轰动是在我们东门路3段11巷，非常的有名。对，这是我们的美声4重唱哦。那么今天也是为我们带来4首，包括我们的魏鹏长老、寿荣长老、陈耀长老跟我们的志坚哥为我们带来的4重唱，热烈掌声欢迎！传满乡间日日
심도 새가 너를 위협 깎고 교주 약속 시켜보고 원의 교주 약속이고 소원의 실주 시켜보고 와지신 죄리하신 미워시원 진주거고 모두 경환도 갖고 다시 뒤곁에 나로도 모른 하리 여시사된 다시 땅의 조연바호 원의 교주 약속이고 소원의 실주 시켜보고 와지신 죄리하신 리하시온 진주보고 다교교주雄雄交고修수생신 무지방조高会大雅西行万世진시시간 대조바호 와의 교주 약속이고 소원의 실주 시켜보고 와지신 죄리하신 이도시고 진주보고 주리 세리 과이도 주리 세리 과이도 주리 세리 과이도 주리 세리 咱做来唱，祝福咱的教会，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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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教会43周年庆。真是太好了 ，uncle 是不是？哦，我是听到难过了。对，我也是听到难过，怎么唱这么短？哦，对对对，真的非常好听，美声四重唱。绅士崇尚。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好了，怎么了？他们不只是在东门路3段11巷，在台南、在台湾这一团出去一样是非常棒，真的。以后可能会巡回演唱，可能也订不到他们呢。啊，对会不会？一般现在可能开始有人要约，家里有要庆生的都会找他们4位去唱那个生日快乐歌了哈。再次谢谢我们刚才4位魏鹏长老、树荣长老、陈耀长老跟我们的志坚哥。好，接下来厉害了，唱完帅哥，那现在我们准备的是美女。是。那演艺圈有2级，我们富强也是有2级的。好，我们接下来是要邀请的是我们的天籁之音知音合唱团没错。所以第一首是由我们的慧琪，还有我们的静娟跟我们的信怡带来的一首诗歌，能不能？来，我们一起邀请我们3位美女上台，再次热烈给他们掌声。
我永远的部分。像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部分。这些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使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很怕我采访你们，对不对？很怕我跟大家讲，你们昨天才第一次一起练习，既然今天唱得这么好，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你们。好，那会起请牛步，会起请牛步。听说还有下一首，对，二姐还有一首。一般我们一个人只能唱一首，你报名了2首，所以200组里面你就报了2组。人家有实力。好，那接下来是要邀请是哪一位？好，泽朗哈。好，我介绍我的那个男声部的合音，好，那个是泽荣啊，好。对，泽荣，对。那大家知道慧琪前阵子是不是出国？大家知道吗？去美国多久？去美国3个月。他其实不是为了博士班的学业去的，他是为了准备今天这一场的表演，过去做这样的一个声乐的进修，所以秋品他应该带来是一首很动听的英文歌吧？对，他今天应该是会带来英文歌曲，去美国3个月进修唱歌，一定是唱英文歌曲。请问你今天带来的歌名是 After Home。 After Home。 After Home 翻译应该是叫家后，对不？C B 国3、5月，等来唱家后吼。那我们来敬请期待我们的泽龙他们会期带来的家后。好。谢谢。
听你讲少年的时阵有偌敖，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骄傲。阮将青春献给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我，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啊，我会留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真的非常的动听。中和坐在遥远的那一方，他在唐雪，对，静轩也坐在下面。有一日咱有心有惊你有效，你若无了解咱的相片，看到擦边阮的时阵我面头，请千万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了。你的心，我永远记牢牢，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阮将青春献给恁家，阮对少年，就对你对我，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予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啊，你就留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来宾请掌声鼓励，谢谢。哇，谢谢泽龙。哎，怎么这么快就下台了？迫不及待想要赶快真的下来。很好听，那个泽龙，因为这个伴唱带它好像是女生的 key， 所以它中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它还转换女生的 key， 男生女生哦，真的非常好听，动人的歌太曲厉。害给啊，对，给啊，哦，今天才知道给啊是 After Home 啊。现在车后哦，那慧琪也算进修有成啊哈。有。对，好，接下来我们还有第四组，也是我们今天富强好声音歌颂赞美神的最后一个我们演唱的节目哈，是由我们的玉玉跟我们的李忠来邀请你们上台，热烈掌声。基本上他们的牧区现在要欢呼加尖叫。好，他们今天要带来的节目是诗篇23篇。上次我在婚礼好像有听过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唱过一次？这是第二次的演出哦，上次真的听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玉玉跟怡中，热烈掌声欢迎。是我的母
雪帆，它是我陪我在青草地上，陪我在可歇的水边。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梦引导我走一路。河红是我的梦想，我与我只缺乏。它是我当我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歇的水边。它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岁月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伤，你的感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不是演戏。你拥有到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不被满意。我一生一世一世有会四海随着我，我皆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虽然经过岁月幽谷，也不怕遭害，因有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不是演戏。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是我的，不被满意。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皆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皆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真的是太好听了，超美和声。谢谢玉玉跟怡中哦带来的诗篇23篇。对，好感人哦，然后抚慰人心的诗篇23篇，真的太感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富强好声音歌颂赞美神，真的就是透过这些诗歌，再次我们来感谢主，再次这3年以来对我们富强教会的恩待，我觉得是让我们的会友非常非常的感动。哦，这是我们的伴奏，是我们的盛伟，是不是给他热烈掌声？谢谢。好，刚才有弟兄姐妹问我说，可不可以让他们这些歌唱的节目继续再唱下去？好，那我微微笑跟我们的明能会长说，如果之后有富强卡拉 OK 比赛，一定没问题哦。因为今天还有其他的程序，表示刚才4组的我们的这边我们富强的会友，这4组他们表演好不好？真的很棒哦，再次感谢他们。好，那我们在
表扬之前，我们待会要进行一个很重要的表扬的节目哈。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串场的活动。没错。我们要邀请几位我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好，第一位我想邀请我们的晋和执事在哪边？麻烦你上台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旁边电脑有选出你的名字所以邀请你。来，为什么？为什么上来就？如果我还要告诉你，我就不是主持人了。行。好，再来是我们的李玲姐在哪边？来，玲姐，麻烦你上台一下。除了他们今天穿的帅、穿的漂亮、有气质之外，我们待会会公布为什么邀请他们上来好，还有另外一位电脑选出来。花文凯花执事。好，文凯执事在哪边？好，麻烦上台一下。还有第4位，就是刚刚唱给昂那个泽荣。泽荣又可以上台，泽荣在哪边？来了，泽荣。哇，泽荣多才多艺，你看。对。可是这次他上台跟多才多艺比较没有关系，不能这样讲好，来，我们4位今天很简单。还有我。你先等一下好。今天很简单，台上4位，他们跟43有关系。43，他们身上的某个特质，或是他们对家里提示家里的一些配备等等个人有跟43有关系我们先从泽荣开始好了。泽荣会的有礼物，立刻有送礼物。来举手，泽荣跟43有什么关系？他跟43外表呢？来举手，来这位，等一下。年龄不对，不对，哪边？腰围。等一下，这样有人身攻击我。一般主持人我不会做这件事，可是我准备皮尺比较准。来帮我量一下。来，志强长老在哪边？我需要一个公正的。志强长老在哪边？来帮我看一下是不是43。来，公开公正，多少？53。明明就34。季轩，你跟我说是43，走这个，你稍等一下，来，证明是43好，来，我们请我们3个奖，刚才是腰围是哪位？来，会长长老来帮我们赠送一下礼物真的是43，真的43，他本来是34后来打高尔夫球健身之后就变成43好，再次给我们曾龙热烈掌声，谢谢。好，台上你们不能互打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晋和阳，晋和兄，来，我们给后面的家人一个机会好了还有没有？晋和阳他跟43有什么关系？来，一起。43年，43年次对不对？我43岁啦。好俏皮我43岁来，恭喜我们的乐琪答对了，来。赠送一下我们的礼物。你们2个都是财务组的，对不对？这个可能个人资料有证，还是谢谢我们的晋和执事，谢谢。李玲姐。好。他是43岁43年次。43年次也大概长你5岁而已啦所以你应该是跟30大你1岁好。来，李玲姐跟43有什么关系？来，后面穿红色衣服那位，结婚43周年。结婚之后何老师43周年不对后面于轩吗？大声一点。结婚周年不对，来这边请说。生日4月3号，对不对？恭喜答对
才43岁也刚刚好而已了哈，是。 4月3号。好，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李玲姐。来，下楼梯小心哦。文凯姿势。好，等一下。好，我们没有捋好，刚刚我也才确认，幸好是。来，文凯姿势，哇，这个厉害，来。啊？他的血压吗？不是血压。 白色衣服，白色衣服。住在43号，不对。不对。还有谁要猜？不对嘛哈。好，还有没有？举手。我住在9号。一般这个不用讲，没关系。来，哪一位？那蝴蝶姐。好。哦，后面我们给后面的朋友好了哈。请大声的说出来。钟柔，你今天很委屈，让你讲。 好，不是工作43年，哦，工作还没43年，还没。啊，这边43年制。刚刚已经说哇，过不对了哈。哦，真的是太踊跃了，来，你说。等一下，4月3号受洗。好，4月3号受洗，哇，这是很属灵的一个答案，可是不是啊，对不起。 真的不是哈，我不能说。还有没有？镜头两台。电话号码。来，你对了。不好意思啊，一般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要人家电话，来讲一下你的电话号码。我的0929。无意思啦，无意思。今摆来是情人节，不是情人节，青年节几号？329，无意识的329，是一个4，一个3。哦，一般只要念出来就可以解答了啦。哦，再次谢谢我们的汪凯之士金德兄答对了，他的手机号码有43。好，还有送礼物，我们真的是有礼物哦。好，最后一位是修平，就是我，大家猜我哪里有43？他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暗示，大家都一直在举手哎。有吗？最后是预选好了，预选。来，对。43公斤，我听到了。43公斤，错，他是54公斤，错。还有没有？没有。后面。来，43岁，不对。我10岁42，虚岁43。我们是算10岁，有没有？对，再来。这边。我身上哪里有13？结婚周年，43周年。没有这么老吗？1岁啊，那是童养媳的概念。来。毕业典礼43周。哦，学校毕业典礼43周年，哇！43届，不对。还有没有？还有哪里有43？哪边？永城在哪边？有没有？好。虚岁43岁啊。一般答案如果讲3次，人家说不对，就不要再说了。好，这个不对哈。好，跟我们平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个东西会在小小的卡上面会呈现。等一下，这桌的也要说，等一下，来。住在4楼之3，答案怎么那么棒啊？住在4楼之3，错。不对，那个东西会呈现在一张小小的。好，来，请说。身份证字号。我这边也是。一般我没办法调到这个资料，身份证字号，所以我讲是跟不是。来，有没有资料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哲姐有吗？好。后四，这个后3码是什么意思啊？43。不是啦，我是543。543，好，恭喜你答对了。我的身份证知道我是543啦。好，那以后不要随便用这种相片出来骗人了哈。OK。好，那我们
们待会在进行用餐2道之后，我们会来进行我们非常温馨、感动人的颁奖的典礼哈。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我们有持扣的哈，要找时间哈到外面去消食一下哈，在门口地方有童工会帮你做消食，开车的啊，开车的。各位，我们大家继续用餐。那等一下，我们有一些时间来做一个鼓励跟表扬的时间了哈。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在服事的同工参与上是非常高的。我们教会除了有定期改选的长子的服事，还有我们有些团契他们定期改选会长之外，我们教会在10几年前就知道这个世代是一个平信徒服事的世代。以往很多传统的教会大概都是20% 的人在服事80% 的人，所以那20% 的人就非常辛苦。虽然很乐意服事，但是到最后都觉得很辛苦、很苦读。但是我们的教会知道，我们的教会很多人愿意起来服事，所以我们教会在10几年前就开始了团队的设立，还有小组的设立。那我们这些团长，他们是非常辛苦，小组长非常辛苦，他们也从来没有改选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会有点时间来给他们做一些鼓励。等一下会有一个小小的奖牌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哈，高贵不贵这是我们燕皇姊妹来亲自设计的。我们先给她拍手一下哈，谢谢燕皇姊妹。那当然，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鼓励，也让我们的会友知道说，我们教会有多少的团队。因为我们知道团队是按着恩赐来服事，那小组呢就负责牧养还有传福音的工作这些都是一个很长期的服事。那希望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人一服事，一人一小组所以呢，你等一下在介绍的时候呢，你还没有投入团队的服事，还没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们就赶快按着你的恩赐来报名参加一些团队的服事。那我们这个阶段首先来介绍我们的团队。我们教会第一个设立团队是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在2005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那时候团长是硕荣长老，我们请他上台一下。我们请夏牧师来颁奖一下哈。我记得硕荣长老那时候还是执事的时候，那是钢琴王子之称的那我们也请敬拜赞美团的人起立一下好不好？来，参与敬拜赞美团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我们拍手给他们鼓励一下好不好？我们敬拜赞美团每个礼拜每个特会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神，我们将这样纪念愿神祝福我们硕荣长老。好，谢谢。那第二团队是我们的代祷服事团队，在2006年成立。我们的团长是一真长老，来。我们的中保代祷事工进行到现在已经37期了我们的有早祷会，有台语的，有华语的他们很辛苦。我们将这个愿神来纪念他们。我们参加过中保代祷团的弟兄姐妹都站起来吗？来，我们来站起来。很多很多我们很多代祷者。好，我们谢谢你们。我们除了团长受奖之后，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样得到荣耀接下来我们有新人关怀团队，我们的陈佑长老，来。下一个是那个主日爱餐团的请预备我们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几乎都会有新朋友来我们到上个月已经有50几位的新人关怀我们将奖牌支用给我们的陈佑长老。
谢谢你们。很多人的新朋友到我们教会都得到觉得我们教会非常温馨了哈。我们这些新人关怀同工，我们新人关怀同工，请站起来好吗？参加新人关怀团队的弟兄姐妹来，他们很多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哈。接下来我们要请那个主日爱餐信昌长老来。你要约国珍姐吗？对了，对，来，我们教会礼拜天中午都可以吃到非常温馨、很棒的一个午餐。我们谢谢他们的付出，特别是我们的这些服侍同工都喜欢小米团体我们来拍拍手好不好？他们很辛苦谢谢新昌长老、国珍长老娘来，谢谢你们的辛苦。好，我们参与那个主日爱餐服侍的松联团契的我们的属灵长辈，请站起来，我们给他鼓掌一下，谢谢他们。来这样，谢谢你们大家我来去看彩时候就拍摄欢迎婆婆，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志工团队，我们的西道长老。我们志工团队在周间的时候都会安排人到教会里面来招待啦，负责接电话或者一些事情。我们谢谢他们把时间献上，谢谢。好，我们当中有志工团队的，请站起来一下好吗？参与志工团队的有来谢谢你们。所以我们白天我们教会都很热闹谢谢你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心灵转角团队，我们的团长是我们的荣内执事。我们谢谢，我们现在拍个照一下。心灵转角是我们教会最美丽的角落我们参与那个心灵团队的，请站起来吗？心灵转角服侍团队的，来，请站起来。这边很多来，谢谢你们。这是我们教会最美丽的角落有最美丽的服侍人员。我们的新人朋友都会带到那边去喝咖啡，他们都会感受到我们教会充满了爱，充满热情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有交通团队。洪凯执事来，我们交通团队非常辛苦，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次的聚会，就来做交通指挥我们花执事是按着恩赐服侍他是警官但是很谦卑来帮我们做交通服侍谢谢你们。来，我们交通团队的弟兄姐妹站起来一下好吗？我们的交通团队的这边谢谢你们。不要以为指挥交通很简单，你来指挥看看好不好？谢谢你们好，我们接下来有我们的哀伤辅导团队，我们请维如哀伤辅导团队是我们教会很特别的团队是由马教授他引进 Greenship 他们的哀伤团队课程，是我们教会把它翻译成中文版我们谢谢他谢谢我们，因为马教授在国外，我们请维如来受讲这个课程非常的特别就是应该是我们华人世界当中第一个来做这个哀伤辅导团队的课程，今天已经进入第4期了他们有7个核心同工，愿神来祝福他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硬体管理团队，我们泽荣执事，来，我们谢谢他。来，我们的硬体管理就是在规划我们整个教会的硬体。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越来越漂亮我们的教室有没有越来越漂亮？有，感谢主都他们很用心的在规划来，我们最后一个团队是我们的影音团队。最辛苦的来，基克执事，来，基克弟兄，来，基克弟兄来，
我们影音团队每一个礼拜都要很专注的在影音哈，因为只要放错了或没有放出来，全部的目光都往影音团队去看哈，那么压力很大哈。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所有影音同工都站起来，让我们给你们拍拍手一下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还有影音之外还有摄影啊哈，摄影。那我们今天还有个特别奖啊，我们的影音团队哈。创团的那个队长是我们的荣谦长老，来，荣谦长老，荣谦长老来，我们给你一个特别奖啊，谢谢你的辛苦啊。真的很辛苦哦。好。当然，我们的教会陆续啊还会成立新的团队。那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是没有参与其中的团队服侍呢，希望你按着你的恩赐，找到一个适合你服侍的团队去服侍。好，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他们哦，谢谢。助理。好，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的颁奖要邀请我们的新牧师上台为我们颁奖。我们刚有的团队，当然有一些灵魂人物喽。那灵魂人物就是区长，还有小局长。那我们今天要颁奖的是，好，我们另外一个还有包括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我们的邱毅执事在那边，最辛苦的邱毅校长，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的团队在那边，邱毅执事。有吗？邱毅执事哦，所以校长带领的主日学老师团队，默默在每个礼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为了培育造就我们教会的这些小孩而努力，让他们走在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哈。那我们邀请我们主日学老师一起好不好？主日学老师，那我们用热烈掌声谢谢他们，谢谢邱毅执事。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是我们的各个牧区区长，还有我们的小组长。首先，我们要先从我们的以赛亚牧区开始哈，所以我们以赛亚牧区的区长跟小组长就可以慢慢走在我们的舞台旁边。首先是我们以赛亚牧区的满族长老，我们的区长满族长老，非常的有活力的满族长老带领我们的以赛亚牧区。也是在教育界帮助许多的家长跟孩子，在教会也从事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美好的服事。谢谢我们的满族长老。接下来是我们的恩典小组，我们以下牧区的辉昌长老请上台。好，这是我们恩典小组，是不是要给热烈掌声？如果我们小组长上去，我们小组也要给他们热烈掌声啊！接下来是我们大树小组有2位双组长，一个是我们的燕雀长老，第一个是我们燕雀长老。来，大树小组的组员在哪里？给他热烈掌声哦！在这边哦。谢谢我们的燕雀长老。好，另外是我们的蔡碧华，蔡老师，碧华长老在哪边？蔡老师，哇，他们这一组有2位的组长共同来带领我们的大树小组。哇，你看2个组长多么的有默契，一起携手走上台哈。好，再来是我们的以赛亚牧区的鼓励小组，我们的主生长老洪主生长老，热烈掌声！来，我们以赛亚牧区平常的聚会有许多的会友积极热情的参与来在我们教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再次感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约书亚牧区，首先是我们的魏鹏长老局长，约书亚牧区，你在
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西道小组，我们的西道长老。好，那我们约书亚牧区的所有的小组长，我们就预备好。来，西道小组，你的掌声我听不见。哇，都在那边，很好很好。谢谢西道长老平日为了我们小组的付出。接下来是我们的终结小组，我们的终结执事。哇，你看这个脚步，这个轻盈，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活力。谢谢我们的终结执事。终结小组在哪里？终结小组。哇，在后面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芷兰小组，是不是有？因为芷兰姐她出国，所以我们有那个林宪亮长老来颁奖。林医师在哪边？林医师。好，我们邀请我们的宪亮长老来代表我们的。好，谢谢我们的林医师来代表我们芷兰执事来领奖。来小组，来小组。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坚人小组，我们的卢坚人弟兄，也是我们的摄影同工。坚人小组在哪里？哇，非常的有活力哈。坚人小组在哪里？好，再一次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坚人小组，因为他们规定我要喊2次哦，不好意思啊。好，接下来是我们人农小组，我们的人农弟兄，人农组长，人农小组在哪里？人农小组在哪里？人农小组在哪里？好，这样就盖过我刚才坚人小组喊2次了哈。好，谢谢人农小组，他们礼拜天的聚会非常感动哦，谢谢人农。接下来是我们的清泉小组，我们的清泉执事，掌声加尖叫！好，谢谢清泉执事，他们也是利用礼拜天聚会完，这一组都非常的年轻，谢谢我们清泉执事。接下来是我们的山营小组，我们的山营执事，一般掌声加尖叫会等他上台才会停止。你慢慢走就好，走20分钟都可以。欢迎我们的山营执事，谢谢。整个教会的布置，包括在对小组员的关心，山营执事尽心尽力，也再次感谢他。好，接下来是我们约书亚牧区的信会小组，我们的信会姐妹，我们的小组长。信会小组在那边，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好，有看到了，在后面哈。来，慢慢来，好，这是属于你的荣耀。感谢主，让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这样的我们的团长、区长、小组长尽心尽力的服侍。好，接下来的话就是保罗牧区的区长硕荣长老，硕荣长老。好。哇，硕荣长老，多才多艺，热心爱主哈，真的是非常棒。掌声加尖叫！最感动的是每次的影片，他几乎都是熬夜为大家完成的，真的是特别谢谢他啊。好，自强小组的厉自强长老，自强长老在哪里？哇！除了是我们自强小组之外，也是我们财务组最重要的支柱哈，谢谢，是我们教会最忠心的仆人哈，感谢我们自强长老。接下来是慧兰小组的慧兰姐妹。好，谢谢我们的慧兰姐妹。接下来世协小组的世协执事。好，我们保罗牧区世协执事。这位摄影的世协执事。最有分量的。最有贡献的。最热情的。
还有包括我们的依慧姐，也都是一起参与这样的服饰哈。包括我们刚才的丽华执事也都是哈，都是非常棒的一个典范。谢谢我们的世杰老师，谢谢执事。再来是持宝小组的持宝姐妹。好，持宝老师，持宝老师在哪里？持宝老师。一般树龙长老这时候会起立鼓掌，来，持宝老师请上来。哦，好，谢谢。谢谢持宝老师，这个带小组在主日选的服饰也是非常的有恩高，感谢您。接下来是最有活力的基甸牧区激励小组双组长蔡胜伟弟兄，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的区长李伟执事。李伟执事在哪边？好，裴奇老师是不是可以代表？裴奇老师，好，来了。刚才就有人问说，这个影片的旁白怎么这么好听？李伟执事是不是从国外直接连线哈？谢谢裴奇老师跟李伟教授的服饰。我们李伟基甸牧区也都是一群非常热爱主的年轻人，共同来组成哈。再来欢迎的话是激励小组的盛伟弟兄。盛伟，玉玉姐妹，好，盛伟跟玉玉他们是双组长哦，也是刚才我们上台演出的最佳的拍档。盛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好，那个小朋友要一起上来吗？没有哈，好。第一位是我们的盛伟，再来是我们的玉玉，是我们的激励小组，他们有2位组长，我们一起拍张合照。好，再次感谢我们的盛伟跟玉玉。再来的话是基训小组双组长洪佩仪姐妹，还有张海富弟兄。基训小组我们的双组长，给他们热烈掌声！掌声不要断！基训小组，哇，都是李伟小组，都是非常棒的年轻朋友哈。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担任小组长。我们欢迎还没加入小组的弟兄姐妹可以踊跃参加哈。最后一组是基训小组邓鲁安弟兄。好，鲁安在哪里？今天我们对，最年轻的哈。最年轻的。今天在神的面前立约，要成为我们好的小组长。再次谢谢我们的鲁安。好，谢谢。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信昌长老？另外要补充报告了，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谢牧师。在43年周年庆的时候，我们要介绍一个20几年来我们在社区音乐班的一个同工老师，因为我为什么最后呢？因为我已经有颁奖过一个了，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请大家来表扬一下我们的王丽霞老师，还有陈雅玲老师，还有丽华姐，还有婉珍小老师，他们在音乐班里面的服侍，他默默无闻的在服侍，为社区的小朋友做很多音乐的课程来培养。那我们请老师先站起来好不好？这是来陈雅玲老师、吴丽华老师、王老师呢？林老师还有丽华老师，跟大家挥挥手好吗？丽华跟大家挥挥手，还有我们的雅玲老师，谢谢你们。还有许宗泰校长有来吗？谢谢，我们谢谢他们的服侍，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在为社区事工服侍，谢谢。好，谢谢我们印昌长老的补充的报告哈。接下来最精彩的节目来了。好，刚才我利用中途回去，我们那一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孩说，爸爸好无聊哦。
他说我主持的好无聊，他不是说所以我决定把那个压轴的摸彩赶快拿起来，来让大家今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 ending。对，一般我们教会的周年庆真的很少在摸彩的，真的。这次的教会也非常用心哦，也感谢大家今天从早上9点多一直参与到我们现在，对，尤其是我们辛苦的许多的幕后人员，在摸彩之前，我真的要特别谢谢，包括我们的泽吉兄，我们教会的干事，谢谢他哇，这2个月非常的辛苦。还有我们的燕王姐妹在哪边？燕王姐妹在哪边？还有嘉荣在哪边？好，在后面特别谢谢你们，谢谢。还有我们许多默默在后面付出，包括向哥等等我们的行政同工，让我们这次的周年庆的感恩礼拜跟参会非常的顺利。另外还有一组一直都在那边。这一组我没有讲他一直不要拍我的，我觉得一定要好好感谢他哈。由我们基克兄领导的我们的影音团队辛苦的同工，前面热烈掌声！不要再蹲下去了，请站起来。中间蹲的3位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影音团队哈。好，接下来我们的菜肴，我刚刚有去看，应该只剩下最后2道菜。那个何老师，鸡汤上来了吗？哦 ，OK， 好，那个鸡汤就是一个讯号哦，我准备要结束我今天的那个主持的工作哦。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准备一些非常棒的奖项，非常棒的奖项就是在这里。好，全部要送出去。现场还有没有你的摸彩券还没有投进来的？还没有投进来的。大家看一下票根还没有投进来的，赶快过来投。好。那我们待会要请我们的几位长老来为我们摸出我们的奖项哈。对，可以帮我搬一张椅子上来。那我们首先欢迎西道长老来帮我们抽个奖项，西道长老。拿出你们的票根哦。好，我们第一个总共有7位幸运的得主，来，手上拿出你的存根联好吗？看一下你的存根联在不在？10位数字，第一个字是70几个举手一下好不好？78号。78号。哦，那边。举手一下，78号。哦。请到来，总共有7位哈。78号，请到台前来。来，78号，基本上你只要敢站起来走出来领奖，我们基本上就算是你的。位数字64号。64号。来，请到台前来，慧琪。那个燕王姐妹可以来到台前吗？燕王姐妹，对，7个，总共有7位。第3个是百位数，596号，596号，请上台。好，来第4位也是百位数，250号，250号。慧琪，确定有啊？第5位也是百位数，124号，124号。好，124。恭喜。这是我们非常高级的摩天轮的相框533号，533号。533号，最后一个了。来，533号在哪边？好，一会儿恭喜以下7位的幸运者，不用担心越大越后会越大奖哦。来，接下来我们请那个满主长老。
主长老帮我们抽出5位幸运4位，目前4位哈。 4位。来，这个是我们高级的电风扇，对不对？哇，现在炎炎夏日，电风扇最好。来对一下201号201号，我们先确定完再抽下一个好，201号。哇，非常幸运哦，直接拿了。我们基本上不看那个摸彩券的，直接就拿了。 52号，52号，有2位举手。他看错。哇，他一心只想着国术。 206你们家应该有冷气了，不要这么。 206号，有没有？没有，能把空哪喝？在这里吗206号，一次。206号，再练一次。 2次。206吗？你会不会拿到南纺购物中心的摸彩券呢？不是哦，是这边的。好。不好意思，那我们把机会让给下一个好吗？可以哈，我们把机会让给下一个哈，不好意思。 215号215号，哇，恭喜我们人红小组的我们的组员哈，恭喜。好，最后一位，最后一位。来，满族长老，我们还有一位。听说。 还有一位，因为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本来要送电暖气啊，后来被骂，我们就改电风扇。对，摸不到自己了。如果你摸到自己，就捐冷气机，好不好？好。 374号，374号，来位幸运的我们的付钱的家人，举手好吗？不要客气。恭喜！哇！ 哦，继国书之后第2位看错的啊，是对还是错？好，哦，差一点得到冷气机哦。谢谢满族长老。好，18件网盘组哎，天啊！电网你真的太会买了。哇，接下来我们请信昌长老。信昌长老，好。 这个碗盘组不是社交射出的，塑胶射出的，不是，这是真的碗盘组啊！你的专业。好，抽到你一样捐，对不对？捐冷气机，真的吗？满族长老，信长长老144号，捐冷气机。144号。恭喜！ 一般现场他在默念信昌长老抽到自己，他就要换冷气机啊。 168号168。好，你们稍微搅拌一下了哈。好，最后一位。 458号。 458号。来，458号一次，走出来没关系，不用怕，我们都是充满爱的大家庭，走出来不用怕。好，这是练习，对。谢谢信昌长老。好，接下来我们特别奖是什么呢？特别奖是什么呢？高级英伦花茶杯组。好。 就是喝下午茶的高级的进口的花茶杯组哈，我们这边是不是邀请我们的2位牧师，我们的谢牧师跟我们夏牧师，一人为我们抽出1位哈。那如果抽到牧师你个人的话，一般现在怎么处理呢？绝对放在心灵转角。好，放在心灵转角之外，心灵转角也蛮缺冷气的。
好，又是直接捐给幸福小组。哦，就要开幸福小组。575号，高级的进口调查的茶叶组。在后面，哪边？后面。哇，恭喜恭喜！姐淑珍姐啊，这个幸福小组刚好可以用了。幸会小组的。哦，幸会小组。好，最后一位是由我们的牧师抽出。来，把单子都拿出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哦，哈，这个真的都是非常有质感的礼物哈。OK， 看一下，慢慢。后面是1，后面是1的，个位数是1。哎，后面这一个位是1，其他的不要看了。个位数是1，导数第二个是2。好10位数字是2。有21的举手。来，请他们站起来好了。你后2码是21的，站起来。好，最后一个字母，还没完哦。521是谁？521。啊，在那边。哇，恭喜恭喜！